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5月7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愿上帝的话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愿上帝就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要一起来敬拜。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我心属于你，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今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对他来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这早晨单单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用我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
我为你祷告，为你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愿我这一生，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生来完成你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这一生来跟随你。愿主你带领我们。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也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生命满有你的恩典，让我们生命满有你的带领。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能献上的只有我们的自己的心，只有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唯一能献上的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来到你面前摆上我们全所有的。主啊，我们没有这一切，但是我们唯有你。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当中都紧紧跟随你。主，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带领我们，也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5月7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4章第1节到第20节。列王纪上第14章第1节到第2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那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害病，耶罗波安对他妻子说：“你假扮一下，让别人认不出你，然后到示罗去。亚西亚先知住在那里，他就是说我会做以色列王的那个人。你要带给他10块饼、一些饼干和1罐蜂蜜，他会告诉你我们的儿子会怎样。”于是耶罗波安的妻子到示罗的亚西亚家去。亚西亚已经老迈，眼睛失明。上主曾经告诉他，耶罗波安的妻子会来问他关于害病那儿子的事。上主也指示他该说的话。耶罗波安的妻子到的时候，他假装是另外一个人。亚西亚听见他到门口的脚步声，就说：“进来，我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为什么要打扮成另外一个人呢？我有坏消息告诉你，去告诉耶罗波安，上主以色列上帝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拣选了你，立你做我以色列子民的统治者。我从大卫后代把国权夺过来赐给你，可是你没有像我仆人大卫那样一心一意效忠我，听从我的命令，只做我所准许的事。你比你以前的统治者犯了更大的罪，你背叛了我，又铸造偶像来拜，惹我发怒。因此我要降灾祸给你的王室，你家所有的男人，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我要通通杀光。我要除灭你的家族，好像人扫除粪土一样。你家的人死在城里的，一定被狗吃掉；死在郊野的，一定被飞鸟吃掉。我是上主，我这样宣布了。亚西亚继续对耶罗波安的妻子说：“你回家去吧，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死了。以色列全国人民会为他哀哭，把他埋葬。他是耶罗波安家族中唯一得以埋葬的人，因为只有他是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喜悦的。上主要立一个王统治以色列，这王将结束耶罗波安的王朝。今天其实现在就是时候了。上主要惩罚以色列，使他摇动，像溪里的芦苇草摇晃一样。
他要把以色列人民从他赐给他们祖先这块美好的地上拔除，把他们分散到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因为他们造了亚舍拉女神的柱像，惹上主发怒。上主要遗弃以色列，因为耶罗波安犯罪，也使以色列人民陷在罪中。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到得撒，一进家门，孩子就死了。以色列人民为这孩子哀哭，把他埋葬了，正如上主借他仆人亚西亚先知所说的。耶罗波安王其他的事迹，他的征战和统治，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耶罗波安作王22年，然后死了，他的儿子拿达继承他作王。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4章1节到第20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在我们前几天在看的经文里面读到的是那一个神的人来对耶罗波安来提醒他，其实也不只是提醒而已，是很严厉的在跟他讲话。而今天的经文也看到了上帝再次的出手，而这样的出手，我想那种概念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这样的出手也反而是一种很难以去解释、去诠释的一个部分。然而在当中也看到上帝的怜悯也在当中，然而上帝严厉的惩罚也在当中。所以在那个神的人的事情之后，这边提到说，那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害病，他的其中一个儿子生病了，但后续也会讲到说，只有这个儿子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也因着喜悦，上帝让他能够有比较好的，在过世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比较好的安葬，其他的就很惨。所以这边讲到说，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害病，他生病了，而且因为这个孩子应该是他也蛮好的一个孩子，所以耶罗波安也很紧张，叫他的儿子赶快，叫他太太赶快假扮一下，不要让要让别人认不出你，不要让别人认出来，然后赶快去示罗去，赶快去那边。其实他也很怕让人家知道，可能几个层面，一个是他又回去找耶和华上帝，或者是他又进入到犹太之主他们的地区去。所以在这个状况当中，他一直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王位，他手上能够掌握的。所以在这几天当中，一直在谈的是耶罗波安他一直没有抓到那个核心，在当中所有事情里面，他一直没有抓到那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来，真实的让上帝来带领。其实他一直在做的就是用人的方式要去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很害怕他的位置不见，所以他用他的方式，要取很多的事情把它排除掉，甚至儿子是这样的事件，他也很怕别人因为这个孩子的事件而有很多动摇，甚至转而去归向南犹大国。所以这当中每次在看这几天在看耶罗波安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们回来看，我们是不是都用自己的手法，用自己的方式在处理这许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让上帝真实的来带领你？所以耶罗波安对他太太讲，去假扮一下，不要让人家认出来，然后你去示罗那边去，因为亚西亚先知住在那边。所以示罗这个地方，之前在撒母耳记里面所提的，也就是上帝的殿在那边，也就是以利，也就是撒母耳都在那边服侍，很重要一个点。所以亚西亚先知也住在那边，他也跟他讲亚西亚先知是谁。这先知也是当初跟我讲要让我做这个王位的那个人，你再次的去找他。所以你假扮一下，不要让人家认出来，然后去那边找他。去那边找他，你带一般的这些东西，带饼干去，带蜂蜜去，然后他会跟你说。其实这也有很像一种献祭的感觉，也很像一种好像带一般的东西去，其实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就是王，而在那当中也要默默去。所以我们看到他都带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他的妻子也真的就去到亚西亚的家里面去。这边也提到亚西亚已经老了，眼睛失明了。所以在这样的描述当中，我们会想到什么？一个人老了，是不是也相对的他的头脑已经不好了，眼睛失明了，他也看不清楚。我们会这样觉得，他们这边讲到说老了，很多时候想到老了好像是老还灯之类的，他已经头脑不清楚，眼睛不明，眼睛看不清楚。但是我们后面看到不是如此。上主曾经跟他说，耶罗波安的妻子后来问他关于害病的事情。所以虽然他眼睛看不清楚，虽然他年纪老迈，但重点是上帝与他同在。他要面对的事情，上帝会跟他说。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在于我们年纪多少，
这边在提的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直是如此。你愿意归顺上帝，在前面讲到说，大卫完全顺从上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一点。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要抓到那很重要的那个点。我们要抓到的是什么？像耶罗波安一样吗？在运用了各种的资源，但是唯独没有回来到上帝面前。他有很多担忧，但是他没有去看到他的位置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许多地方，我们争取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你所争取这个位置是上帝给你的？你的权柄是上帝给你的，你的职分是上帝给你的，你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我们会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所得到这些是上帝的恩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放大我们的位置，放大我们的权利，放大我们的能力，觉得这是我的才能啊，这是我努力得来的啊。耶罗波安有可能到后来也努力的在争取这一些，很努力的在拉拢许多人，很努力的要巩固他的位置。当我们看到他做了这一切事情，唯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当中讲到亚西亚，上帝有跟他说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上帝也只是他该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亚西亚是如此，前面那个神的人也是一样，上帝也只是他该做什么，该怎么面对这许多的事情，就该这样去做。前面那个神的人，他最后他没有去完成他该做的，就只差那最后一里路。亚西亚在当中他也很清楚，所以虽然他年老了，虽然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但是上帝指示他，他很清楚知道接下来要找他的是谁。耶罗波安的妻子到的时候，耶罗波安的妻子假装成另外一个人，上帝也让他清楚知道。所以当亚西亚听到门口有脚步声的时候，就说进来，我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另外一个人呢？我有坏消息告诉你。我还记得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当他在做咨商的时候，其实他有人在预约，他大概知道来的人是谁，而从那个人的脚步声就知道他的生命里面可能是不是开始有焦虑，他的焦虑的状况是严重的还是轻的。他从那个人走到他的门口，走进来坐在椅子上，其实他都在观察。所以亚西亚虽然他眼睛看不到，但他的耳朵他的心是清楚的。所以从那个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人来了，他也知道是男生女生。在当中他也清楚，因为上帝的灵跟他讲，上帝跟他讲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了，所以他跟他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子，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另外一个人呢？这时代有很多人会假冒，会做很多的方式来遮掩，但是怎么样遮掩也无法遮掩掉那最真实的。上帝也让亚西亚知道，所以他说，我有坏消息告诉你。接下来这消息我们去听，到底哪一个是最坏的消息？是这个儿子死掉之后得以安葬，或后续你全家会死光光，而且无法安葬？或在当中我们看到亚西亚跟这个太太这样讲，所以他说，我有坏消息要跟你说，去告诉耶罗波安，上主以色列上帝这样说。所以要耶罗波安的太太把这讯息带回去，转达给耶罗波安，上主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拣选了你，立你做我以色列子民的统治者。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坐在我们位置当中，我们有没有去警醒，去做好我们该做的？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从我们还不信他的时候，从我们还在母胎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我们。其实耶罗波安或许上帝很早就已经拣选他，然后透过亚西亚去膏抹他，让他坐上这个王的位置。所以这边说，我从人民中拣选了你，
立你做我以色列子民的统治者。我从大卫后代把国权夺过来给你，从所罗门的儿子手中把这个权收回来，交在耶罗波安的手中。可是你没有像我仆人大卫那样一心一意效忠我。这样类似的话，也像之前在对所罗门那时候所讲的，所罗门得罪了上主，没有像大卫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顺从上主。这边也是，你没有像我仆人大卫那样一心一意效忠我。其实上帝很愿意给人机会，让人参与在这当中的服事。上帝很愿意给人机会参与在这里面。他给所罗门机会，他给罗波安，给耶罗波安机会。耶罗波安其实他可以好好的去带领他的国家。如果没有在那害怕当中，没有在那恐惧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那种不确定感。像圣经里面讲到说，以色列是橄榄树，那我们这些后面信主的人是野橄榄，我们可以接在橄榄树上，但是随时也可能会被舍弃。这当中耶罗波安也类似如此，他被接在橄榄树上，但是随时会被舍弃。但上帝不是说随便舍弃我们，而是像耶罗波安像他所做的，不像大卫那样一心一意的效忠，他所做的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他也要被舍弃掉。所以我们在当中其实会看到很多地方，上帝都很肯定大卫所做的。大卫一心一意的效忠上主，听从上主的命令，只做上主所允许的事。这很不容易耶，在当中一心一意的效忠，听从上主的命令，做上主所准许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做？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这当中很不容易，但是在你当生命里面，你怎么选择？你的生命要怎么选择？我们看到耶罗波安所选择的，他不像大卫，他没有这样一心一意的效忠，没有听从上主的命令，没有做上主所准许的，他去设立了很多的丘坛神庙，他也铸造了金牛。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比以前的统治者犯了更大的罪。所罗门得罪了上帝，他建造了丘坛，他让他的太太们能够有地方去拜他们的神，也跟着拜。但是耶罗波安做的是，他铸造金牛，把金牛摆在北方的但，摆在伯特利，而且对众人说，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我们要来拜。他又设立了很多的祭司，从利未家族之外，找了那许多想要找工作的人，想要做祭司的人，就来做祭司了。所以他这边说，你比以前的统治者犯了更大的罪，你背叛了我，又铸造了偶像来拜，惹我发怒。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拉了很多东西来当偶像，我们是不是也会像耶罗波安一样，做了很多东西来拜，但是唯独就不来到上帝面前，不拜上帝？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赏赐的，但是就得罪了这当中，惹上帝发怒。所以他这边说，我要降灾祸给你的往事，你家所有的男人，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我要通通杀光。无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我要通通杀光。也就是自由的人，有的是以色列人，也就是包含那一些外族的，那些加入在他们当中的那些奴隶，都要杀光。我要除灭你的家族，好像人扫除粪土一样。这样的情况也很像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到
迦南地的时候，上帝把那些都清除了。所以这边讲到说，上帝要降的灾祸，也就是把这一家子都清除干净，不要让这一些污秽的东西再留下来，好像人扫除粪土一样。那些不洁净的，那些肮脏污秽的，上帝要清理干净。然而我们在看列王记当中，后续好像也一直这样在发生。所以当人一直在陷入在那个情况当中，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是更大的灾祸。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善终。其实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台湾人或中国人，其实都很重视的是善终。所以这边讲到说，你家的人死在城里的，一定被狗吃掉；死在郊野的，一定被飞鸟吃掉。所以当中看到了，这是你们家的人无法善终，无法好好的料理后事，可能死于意外，死于战争，死于很多的情况。最后说，我是上主，我这样宣布了。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对他讲这样的话，上帝也预备好了要对他说的话，也让耶罗波安的妻子来到亚西亚的面前。原本他是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如此，但是常常所面对的，因着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只能领受这一些。所以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期望得到的讯息是儿子要怎么样帮助他儿子来健康，他所期望的是这个孩子能够健康起来。而亚西亚继续说，你回家去吧，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死了。所以讲到这样的家族的事情当中，最后跟他交代他想要听的这儿子的状况，但是也不是他所想要的。你回去吧，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死了。以色列全国人民会为他哀哭，把他埋葬。我想当我们听到这些，我们的心一定是很难过，这样的离开一定是悠悠走的离开。在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想要赶快回去，还是晚一点回去？其实这都很挣扎，因为讲到说，你一回去，你一进城，你的儿子就死了。当然，他也讲到说，他是耶罗波安家族中唯一得以埋葬的人，因为只有他是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在当中也很挣扎，到底这样的事情是好还是不好？这个生病的人是唯一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他得以埋葬。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时候上帝让他生病，在那个时候还没到的时候，先让他离开，把他好好的安葬，让他得以善终，这是上帝给这个孩子最大的怜悯。或许可以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以这样去看。所以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所见的好的事情，不尽然都是好的；坏的事情，不尽然都是坏的。在许多事情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看见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也是让我们去看到上帝透过亚西亚对耶罗波安的妻子，对耶罗波安要讲这些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完全只看到我们所想要的，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都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也是上帝给耶罗波安家中的一个怜悯，让这个孩子得以善终。
而在这当中也讲到说，因为其实在当中也可以看到，他没有比所罗门王好多少，甚至比他还糟。上帝因为所罗门王他最后所做那些事情，去拜别的神，他引其他的神进到耶路撒冷，进到他的王宫，甚至他跟着拜，上帝很生气。耶罗波安所做的，上帝也很生气。所以上帝说要另一个王来统治以色列，这个王将结束耶罗波安的王朝，其实现在就是时候了。所以在所罗门王还没离开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拣选了耶罗波安。在耶罗波安还没过去之前，上帝也已经准备好下一个人了。最主要是这些王，他们所做的不顺服上帝，他们所做的得罪上帝，他们所做的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这许多情况当中，也是我们要警醒的，不要让我们得罪上帝，不要让我们离开上帝，甚至也不要带领人离弃上帝。这是得罪上帝很严重的。所以当中我们也不要一直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就像所罗门一样，把外面其他异族的东西、异教的东西带进来，也让自己沦陷了。耶罗波安因着他的害怕，他做了许多事情，让自己沦陷了。所以也看到耶罗波安带领着北方10个支族，以色列各个国家离弃上帝。所以当中，当他们要拜上帝，他们知道要拜耶和华上帝，但是耶罗波安却铸了那2个金牛，说这就是带领你们离开埃及的上帝，你们来拜他。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带领以色列人一起离开了上帝，去拜那些偶像。所以上主要惩罚以色列，使他摇动，像溪里的芦苇草摇动一样。上帝的惩罚要临到，他把以色列人民从他赐给他们祖先这块美好地上拔出，把他们分散到幼发拉底河那一边，因为他们造了亚舍拉女神的柱像，所以他们又铸造了其他的偶像来拜。因此在这当中，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人也跟着一步一步的离开。所以上帝不喜欢人离弃他，不喜欢人同时拜其他的，也对于害其他人一起得罪上帝，其实上帝在当中都很生气。所以上主要遗弃以色列，因为耶罗波安犯罪，也使以色列人民陷在罪中。许多时候我们得罪了上帝，但是也很多时候我们也让别人一起陷在这罪中。所以这就是上帝透过亚西亚跟耶罗波安的太太讲，而这些讯息也透过耶罗波安的太太带了回去，而事情也照着这样发生。这边讲到说，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到得撒，一进家门，孩子就死了。以色列人民为这孩子哀哭，把他埋葬了，正如上主借着他仆人亚西亚先知所说的。所以照着亚西亚所说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其他的事情也都记载在以色列史上。耶罗波安做王22年，然后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生命。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陷入在一种不确定感，很多人生命在那种害怕担忧当中，就像耶罗波安一样，他在那种恐惧当中，他害怕他的王位消失，他害怕他的王位被抢走了，又回到罗波安的手中。他害怕这些，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后续上帝也是把他们这王位给了其他人。
所以这当中一直让我们要回来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抓住信仰的中心？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更多的回到上帝面前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当中一直在谈的就是如此。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一直在谈这些，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就像今天第8节在讲的，有没有像大卫那样一心一意的效忠上帝，听从上帝的命令，只做上帝所准许的事？所以我们一直陷入在某一个情况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也是一样，他一直被扫罗追杀，被很多国家追杀，但是上帝带领他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后面建立了大卫王朝，建立了这一个王朝起来了。上帝祝福在当中，我们不用一直看着大卫跟拔示巴所犯的罪，这当中一直提醒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悔改，他一心一意的效忠上帝，听从上帝的命令，只做上主所准许的事。而他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孙子罗波安，而北国这个国家的王耶罗波安所选择的是离开上帝。因此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让我们去看，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我们是要听自己的，听这许多人的，我们用许多的方式在克服自己的问题，还是我们愿意将这些完全的摆在上帝的手中？在许多的选择当中，上帝让我们选择，那你要选择的是什么？让我们再用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让我们去领受上帝的心意。
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是这样来接纳我们。但是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了其他的选择。我们不是更深的来到你面前去与你同在，而是我们看见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怎么做，别人可以怎么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就像耶罗波安一样，他运用他所有的资源，但是他却不愿意来到你面前，他害怕，他担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因着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担忧，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也在当中也常常因此而得罪你。主，让我们透过耶罗波安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唯有你，唯有将自己交在主你手中来跟随你。亲爱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将自己完全的仰望在主你手中，跟着主你来走，将所有的事情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像大卫那样，一心一意的跟随你，听从你的命令，做你所准许的事情。但主，我们知道很难，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一切的恐惧、害怕、担忧，被别人的眼光所辖制了。我们害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们害怕听到许多的声音，但是我们却不怕主你的惩罚。主啊，当我们看到今天的事件，也让我们回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回转向你。主，让我们更深的来到你面前。当我们在每天读经当中，也让你求你持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主你面前，也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天当中都经历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